心靈交響曲，你的幫助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羅馬書8章31節，上帝若幫助我們，誰能敵擋我們呢？保羅向眾信徒提醒，神從萬人中揀選我們出來，使我們能夠進入他的榮耀裏，藉着歸信主耶穌基督而得着神的救贖。主耶穌的降卑來順服神的旨意，捨去自己的生命，為要使世人從墮落的罪惡中，得着聖靈的幫助，從步向死亡的道路被挽回。保羅鼓勵眾人要有信心，神在看顧着他的兒女們，他的救恩已臨在，是已白白的賜給了世人，只等待人來領取，聽到福音要來回應。來，一起禱告。主耶穌已從死裏復活，如今在父上帝的右邊，為信靠他的人代求，有聖靈保惠師隨時的幫助，因為一切都在主耶穌基督裏。以上祈禱藉主耶穌的名，向神禱告我們。